pleasure to chair our second Seoul hearing of the East Asia Subcommittee on Strength Through Partnership Building. 这是我的荣幸，今天去主持这一场重要的听证会，是关于合作的力量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我们美国与台湾将近2400万人生存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人的关系，我们继续在增长。特别是在当地的周围独裁正在变本加厉的时候，台湾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去证实民主的可行性。而且呢，它与大陆只离了100英里，它仍然有繁荣的民主，这是一个证实普世价值以及民主是可以与台湾的人民分享的。台湾关系法包括3个公报等等，都是保证了在台湾海峡的非常易碎的和平，以及不让它受到干扰。我们看到了有选举，它去证明在那个国家民主是可以行得通的。虽然说有很多中共它的尝试想要去宣传虚假信息，不想去干预当地的社会，他还想在台湾搞1国2制。当台湾想去投票的时候，北京就在剥夺香港的投票权了，不让人有高度的自治。而这本来是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以及香港的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在过去的1年，中国的军队它也在继续的在台湾的空中进行一系列的扰台行动，并且在继续的变本加厉。此外呢，北京还动用武力去与中印的边境去发生冲突，还想去改写南中国海的地图，挑战着国际的秩序系统。这些所有的进攻性的行为，这些个所有的激进的针对台湾的行为，都是看到有一个大的背景，北京正在进一步的侵蚀着香港。那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前景。这样子的听证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讨论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强壮台湾的国防，去避免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也让我们可以去检视一下美国怎么能够更好的支持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帮助建造关系，帮助他与全世界的国际社会建造关系，让他可以去阻挡北京，不让他们在外交和经济上予以限制。我们知道中国怎么看台湾的，而我们应该要帮助全世界把台湾视作一个可靠的盟友。这场疫情就是一场前景提要了，看到了我们应该给台湾在世界舞台上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看到最近的一些个案例的增长，而台湾的模型，包括它提早的预测、提早的检测，还有全民的戴口罩等等的行动，都让台湾没有陷入非常严重的疫情。台湾站出来，并且把个人防护设备给到我们的医院，特别是在疫情的高峰，我们必须要报答台湾的恩情，要加速的送达更多的疫苗给到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它本来可以早点去邀请台湾来分享他们的经验的，与全球分享经验的，但是北京却利用一个中国政策去压制台北，不让他进到世界卫生大会。而罗姆尼议员和我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委员会中的人，我们都是要推进台湾有意义的参与的。我们将要打开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大门，让它对台湾敞开。而且我们要继续的增进我们已经非常强壮的与台湾的双边关系。为了这么做，我们必须要出现。所以说我非常的自豪，卢比奥议员他有一个叫做台湾 Fellowship 法案，最近在参议院得到通过。这个法案呢，将会把美国的官员送到台湾去学习以及去工作2年。印太地区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
而且世界上60%的人都住在那里，这对我们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继续的保证我们能够去到这个地区。所以说，现在我想要欢迎我们的证人们，非常感谢你们愿意今天与我们在一起。那有请我们的副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那感谢你，主席，感谢你召开这个听证会，针对这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证人呢，有 Fritz 以及 Ruggles 大使。我感谢你们对这个地区的努力，也感谢你们对美国利益的贡献，感谢你们今天出来作证，也感谢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那我今天早上就长话短说吧。美国相信台湾的人民应该被允许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方面，因为我们要去尊重人类的尊严。中国共产党，但是呢，他却觉得他却应该去控制台湾人民的意愿。台湾并不是什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像主席说的，他那里有25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之一，而且在全世界带领着很多尖端科技的发展。他有自己的政府，他也有自己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他却试图想要去切断他与全球的联系，并且去遏制他的经济。他也威胁着进攻，包括军队的入侵，还有一些个挑衅的语言。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美国，我们这个国家是相信人类的尊严的，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台湾的数百万人民呢？去帮助他们保持自由的意愿呢？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途，并且在一个自己意愿之下养育自己的子孙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他们应该可以有自由去做自己的决定，并且还是说中共应该可以剥夺他们这个权利，并且去压迫他们呢？所以说，我们希望听到我们2位证人的证词，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向你们提问。感谢你，主席，非常感谢你。那让我现在去为你介绍我们的第一位证人 ，Mr. Fritz。Fritz 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副驻青。那他是掌管中国、蒙古还有台湾的协调。他的中文名叫做费德伟。那之前呢，他是在国务院的国际关系交流以及信息政策小组中工作。他以前呢，也曾经去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过。他也作为一个顾问，去为美国的贸易提供意见。感谢你，主席，感谢你，副主席，也感谢委员会的成员，感谢你们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去谈论我们与台湾的合作关系，以及如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去抵抗台湾海峡的冲突。自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选上总统之后，中共他就在单方面的想改变台湾海峡的状态，并且想要去孤立台湾。他这样是威胁到了很多让这个国家和平以及繁荣的因素。虽然说蔡英文总统他决定想要去维持台海的现状，但是北京却不愿意跟他合作。相反，中国他在继续的施加军事、外交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北京还去威胁台湾。而我们呢，我们将会在国防上给予台湾足够的援助，就像台湾的关系法以及一个中国政策一样。美国已经告诉了我们已经有超过320亿美元价值的军售给到了台湾，但是军售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台湾的安全。我们要继续的去合作，去保证台湾有能力去对抗来自中共的任何的进攻，包括小型的一些个海岸的导弹系统等等，要去加强台湾社会的抵御冲突的能力。北京它也实行了一个运动，想要去威胁台湾的民主盟友，去想让它偏中国而不是偏台湾。
那包括一些个台湾的经纬处啊，我们是有非官方的关系的，但是呢，中共却不让他们做他们应该有的工作。所以说，美国对台湾表示强烈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台湾有15个外交的合作伙伴。那这些个合作伙伴是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的，特别是他们为台湾在世界上的参与，特别是在世界组织上的参与而呼吁。我们是希望能够向这些国家点出与台湾合作的益处。我们为了支持台湾非官方的双边关系，全世界的美国的官员呢都是与台湾的代表进行接触，并且我们也在扩大我们自己与台湾的接触，去鼓励其他的政府跟随我们。我们是希望有系列的规则与台湾进行互动，这也受到了台湾很大的欢迎。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国际社会上支持台湾，包括通过全球的合作以及训练架构。GCTF 这个项目是受到了美国在台湾的机构的推进的，还有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等的国家的支持，是提供训练以及技术上的支持，去展现出来台湾在此上的专业以及它的能力。自从它2015年开始之后 ，GCTF 它就有数十个论坛以及小组的学习会，特别是给了他们300万美元去支持 GCTF， 今年是第一次，这将会扩大这个项目。为了建立台湾它的坚韧性去对抗来自中国的经济上的侵入，我们也加强了经济上与台湾的纽带。上一年呢，我们是建立了台湾合作对话的机制，经济对话的机制，那包括投资的检测呀，以及科技等等的合作，这些是推进了美国的利益，并且去多元化台湾的经济，不让它过度的去依赖中国。还有高层领导人的参访，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去展现出来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在4月份的时候，拜登派遣了一个非官方的团去派到台湾，是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去展现出来美国对台湾以及其民主的致力。上一次呢，我们还宣布了有一个国际的疫苗的计划给到台湾，包括 Duckworth、Sullivan 还有 Coons， 他们是直接参访了台湾，去宣布这一次的疫苗捐赠，并且去表达对台湾对美国援助的感激，特别是在疫情早期的时候。在以后，我们将会继续的寻求机会，做更多如此的参访。并且还有国会上的支持，对台湾在国会上的支持是非常强有力的，并且是持续的。我们以后将会继续的去依赖你们的支持，并且有共同的目标。那么下一位证人是 Ruggles， 他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代理驻青以及大使。他说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作为国际事务局的官员，那我也非常高兴看到 Shistens 是被任命去带领这一个局的。那他也在这里之前举行过听证会，提名听证会。那我们在这里是要去谈论我们要支持台湾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机构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且去分享我们的部门在此上发挥的作用。台湾它对疫情透明以及负责任的管控，是对此地区对全世界的一个典范。就像你们知道的，这个病毒它可不分政治，也不分地缘界限，所以说我们应该与每个人都共同努力，特别是那些个做得成功的地区，保护人口的人免受疫情的重创。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在5月7号，布林肯国务卿就呼吁要进行外交上的更新，包括要建立非传统的合作关系与公民社会以及与私营的部门。所以说，这并不是一场偶然。就在那同一天，他同时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去允许台湾参与
作为一个观察者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去保护了2400万个台湾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们有重要的信息可以分享，他们应该得到一份声音，他们特别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组织中可以发声。上一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让台湾参加，特别是在中国的施压下这么做，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加的虚弱了。所以说，我们要继续的呼吁让台湾参与，并且我们要继续的与合作盟友一起合作，去保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让台湾的声音得以挥发。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超过10年来，国际事务局我们就进行了很多的对话，去解决这样子的忧虑。长期以来，我们是扩大了这些个讨论的范围。就关于台湾，我也非常的荣幸，我们是支持开过了今年3月份开了一个关于台湾的对话。关键的美国官员，以及来自国务院的官员，以及来自卫生局的，以及也来自美国台湾机构的人员都与他们台湾的对口进行接触，去建造志同道合的目标，并且希望从中能够带来更多的参与者。这些个对话是要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让台湾在其他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等等，能够参与其中。在以后，美国希望能够关注几个重要的领域，去展示出来台湾能够为全世界的系统所带来的价值，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全球的挑战。首先，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去推进台湾对全球的参与，比如说疫情上，还有在癌症研究上等等，并且要让它在附属的机构中也得以发生，其中包括 IARC 国际的疫苗研究所等等，也要让台湾参与。第二呢，是要让台湾加入 ICAO 还有一些个会议，并且把重要的航空安全以及执法的数据分享，去对抗跨国的犯罪。第三，要让台湾加入拜登政府的重新的努力，去对抗全球气候变化，要与台湾合作，在 AIT 以及 TECRO 下合作，去解决重要的需求以及重要的技术。通过遏制致命性疾病的传播，以及去保证安全的航行，并且等等，我们可以让2400万台湾人在国际的系统中做出重要的贡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我们将会继续的不懈的工作，去保证台湾的声音。我们感谢你们给我的机会，让我今天作证，我期待你们的问题。感谢你大使，感谢你们2位。那我们首先听一下我们委员会的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关系法以及其他的一些个公报等等，我们是否有任何的计划去改变这样子的任何的架构呢？改变这些个基础的文件所建立的东西呢？非常感谢你，主席。美国相信我们非常的有效，去加强台湾与美国之间的非官方关系，特别是在台湾关系法实施之后，我们也有这份智力，继续的去实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有6个保证等等，所以说没有东西会改变，对吗？他说，参议员呢？他说，主席，我们是致力于要保持一致，特别是在一个中国政策上。但是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界限之内，当然了，我们肯定一直想要去加强我们非官方与台湾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台湾它本身就是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也是因为呢，另外海峡的另外一边，也就是中共变本加厉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将会看到长远的美国的政策。那让我问一下台湾的疫苗问题。那70多万剂疫苗什么时候给到台湾呢？非常感谢你。
主席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要重新的表达我们对你们同事的感谢。你们去到了台湾，去直接宣布这个疫苗的捐赠，我觉得可以看到台湾他们都非常的高兴。那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台湾它的政策者他们正在非常紧密的与他们美国的对口进行合作，去保证我们能够符合所有台湾的规定，并且能够把台湾能够尽快的把疫苗送到台湾。I would hope perhaps even sooner than that, sir, but I'm not able to give a detailed timeline for exactly when. We do have a few more hoops we have to get through. 我们的确呢还要有多几个步骤去保证能够去符合台湾的一些个规定。那现在是否有计划与台湾一起合作去进行疫苗的制作和分发呢？那谢谢你主席。那就像你所说，就像你所知道的，拜登非常的明确，美国想要与我们的合作盟友一起合作，能够去做一个疫苗的军火库。所以说，的确有这个对话正在进行，去看一下我们能否与台湾还有其他的地方合作，就让全世界都能够得到疫苗，终结这场疫情。那就像你们两个以及副主席都提到了，台湾是非常的慷慨的，它是展现出了很大的灵活度，去加大它对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特别是在危机的早期，他们加大了他们的生产，并且是加了好几十倍。那当然了，美国就是其中的很大的一个台湾慷慨的受益者之一，所以说我们也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疫苗上帮助他们。我觉得是的，这会加强我们与台湾的关系。那美国呢，也提供了超过50多万的疫苗给到了南韩，给到了南韩与美国一起服役的这个军队。那还要给到台湾这边，那政府会不会考虑去由此也帮助台湾的国防呢？那感谢你主席。那就像你所知道的，这第一批的疫苗呢是有70多万剂，是给到台湾。那当然了，这只是第一批了，我们觉得还有很多批要继续捐过去，但是我就无法告诉你说具体的分发会派到哪里，可能以后第二、第三批会有更多的细节吧。那我们当然也会考虑的，我们台湾我们密切的盟友，也就是台湾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包括在一些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产业，就有可能会受到一个病毒爆发的影响。那我也知道呢，那我们的军队没有和台湾的军队一起服役嘛，和南韩还不一样。但是我的确觉得呢，在这些个疫苗中，他们也会对他们有同样的价值。如果他们能够直接分给台湾的军队的话，就像武器装备一样，就像我们卖给台湾的武器装备一样。所以说，我是建议政府呢可以想一想，要不要直接把疫苗给到台湾的军队。那有请副主席提问。那感谢你主席。那我觉得呢，可能会有点糊涂吧，对我们的这个公众可能有点混淆，或者说甚至对国会的人也有点糊涂。要同时考虑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呢，我们相信一个中国政策，但与此同时呢，你又说我们又相信台湾的人民能够有自由去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你们可否形容一下、描述一下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你如何将其与台湾应该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两者共同的融到一起呢？他说你是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的确想在公众上澄清一下，一个中国政策是指的是我们有外交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的关系。那当然了，大使他可能也可以讲一讲。但是呢，在我们一个中国政策之下，虽然说我们现在与台湾的关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基础上，但是我们是非常的明确的，无论是在公众的发声上，还是在私
人的场合下，我们都明确了，我们将会继续的保持，甚至是发展台湾的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去保证它的安全、经济以及文化等等领域。就像你所提到的，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它也是一个民主的地方。那当然了，美国肯定是有利的。对美国来说，你知道，如果台湾的2400万人民能够去对他们的未来自己做决定的话，并且是免受来自海峡另外一边的威胁的话，就更好了。所以说，我们将会继续的努力去保证，表现出来我们台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不移、坚如磐石的支持。那我的观感，我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说是与台湾的人民有关系的。那我就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在香港做的事情，他已经在台湾人越来越相信了，就觉得说所谓的一国两制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以及最近的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行动，看到他在香港把这个苹果日报的总部给这个抄了呀，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编辑都给抓了呀，这也让台湾呢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台湾人也是对此非常的警觉的，知道了中共他的意图是非常不同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的观感是，全世界的国家，特别是地缘政治上的动态，并没有特别的支持一个强壮的一个自由的台湾的选择权。那相反呢，这些个地缘政治这个多米诺骨牌是另外一个方向倒下的，包括在国际的体制上越来越排除它啊，或者说他们不认可台湾啊等等。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呢？那如果我没错的话，中国它是变得更加有效了，去关闭台湾，不让它进到国际的支持中。那为什么中共能够得逞呢？以及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他们为什么又在赢又在输呢？那谢谢你，罗姆尼副主席。我们关于香港问题上，我们与你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当然了，我不想代表台湾的人说什么了，但是呢，很明确的是，中国它的所谓的高度自治的对香港的承诺，以及保证香港公民权利的承诺，是完全的在过去的1年中被证实是一文不值的。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之后，所以说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台湾的民众，他可能曾几何时想过、考虑过想要搞1国2制啊，现在他们也知道这根本就觉得不可能了。那关于地缘政治的氛围吧，那当然有这个挑战了，就像你所提到的，中国它在非常的激进，非常的有进攻性的去压缩台湾的空间。但是的确呢，我们在多边的领域还有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甚至是两边关系上、双边关系上，拜登政府他也非常的成功，去让我们很多紧密的盟友，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在公开场合中宣布他们对台湾海峡和平的支持，对台湾民主的支持。那联合声明包括从这个日本首相参访美国啊，还有这个南韩的总统来美国啊，包括这两边的联合声明，还有 G7 峰会的这个公报啊，还有美国、欧盟它的这个峰会的声明等等，在所有这些个文件之中，我们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的官方的文件，去呼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所以说，我将不会否认，中国呢，它的确是在施加着非常大的压力，施压全世界的国家想要去孤立台湾。但是的确呢，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的去对抗这一点。谢谢你。那有请德拉华州的议员。那感谢你 ，Markey 议员，感谢你们召开对此重要的话题召开听证会，让我感谢我们2位证人，看到你们非常的高兴。
Barcos 大使，我必须要说，当我看10多年前呢，我们在 Rwanda 的这个会议真的是非常令人难忘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它的确是在我的记忆中非常的深刻，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也非常我们2个一起经历过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外交上的时刻。那我呢，也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政府的推动之下，去采访了台湾与 Sullivan 还有 Duckworth 一起去宣布疫苗的捐赠。我们当时呢也去了南韩，有这个机会到那里。当我们把100万疫苗寄到南韩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对我们能够去建立真实的反应，去反馈台湾对我们的善意，特别是在疫情的早期，当美国真的很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个人防护设备上短缺的时候，台湾给了我们1000万个口罩给到了美国。那包括 Sullivan 他当时还带了一个当时台湾给我们的疫苗去到台湾。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去让我们的政府去到台湾，并且呢去给台湾在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上进行帮助。那我觉得呢，我们都在看着台湾海峡的情况，非常密切的关注它。在这一周呢，是进入到了台湾，这一周呢，中共又有新侵扰台。那所以说，我想要听听你们2个人的观点，你们是否同意一个更加变本加厉的中共对台湾的侵扰，它无法制造一个足够的让台湾所谓的进行与中共这个统一的动机呢？那感谢你参议员，让我首先表达我与你同事的感谢，感谢你们去到台湾，你们当时都非常的清楚，台湾的官方官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虚假信息宣传的针对，不仅是针对台湾本身，也是针对美台。那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参访是个非常大的效用，去振奋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精神。那还有一个照片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酒店前有一个很大的 USA 的这个标志。我觉得你们是对台湾的民主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去对抗中共想要去破坏台湾民主的努力。所以感谢你们做了这一点。那关于你们的问题，关于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空域的侵扰，无论是空军呢，还是说在水域上，你们是说的很对的，这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规律，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那我们的政府也非常的明确去点明这一点，去谴责中国他的试图去威胁他在地区的其他的邻居，那包括台湾了。那我们是呼吁台湾呢进行对话，与台湾的官员进行对话。那除此之外，参议员当然了，我们还在采取着行动去保证台湾能够去防卫自身，能够去自卫。那不仅是指着我们现在进行的对台湾的军售了，还有对我们继续在加强的安全上的合作啊，包括也是目标是让台湾能够让他们的国防能够继续的加强，去保证他们能够更好的实施他们整体的国防概念，去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广泛的、更加灵活的一个反应，包括对他们的部队进行训练等等。那这都会阻挠解放军对这个台湾岛屿任何有可能的进攻。那我有一个问题，看你们2个是想回答呢？上一年的时候，在这个预算委员会中，我们是呼吁要让更多的钱投到全球的训练合作架构。那这是一个方式，能够让全球更了解台湾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到国际的事务之中，无论是发展呢、网络安全呢，还是说在接触之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效的工具，去帮助保护台湾的国际空间。那我想听听你们2个怎么看的？觉得这个政府对 GCTF 今年以及以后的计划，对这个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的计划，
那我们最近也有个对话，是关于与我们的对口。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我们的计划，以后的计划如何在贸易对话上进行推进呢？ Thank you, Senator. I'll take a swing at both of those. With regards to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谢谢你参议员，我来回答一下2个问题。那关于这个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计划呢？那这300万美元对此的拨款是将会大大的加强这个计划的。那我们需要去推广台湾的这个品牌。我们在全球有数以千人去参与了这个 GCTF 所举办的会议。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国务院的这个中国的专家。那不仅是针对中国、台湾和香港了，还有对一些个全世界的地区的枢纽，我们也是在给予这些个地区性的中国的专家，给他们更多的关于 GCTF 的信息，让他们在未来呢，这不仅是什么总部了，不仅是我们这边的总部去计划 GCTF 的计划还有会议了，而是呢，在比如说来自非洲的人啊，或者加勒比那边的地区啊，他们都可以去因地制宜的去吸引当地的观众。所以说，我对你讲的非常的同意。那的确呢，这一笔预算将会帮助我们加大这一计划。那关于蔡大使还有他与邓他们的这个会面呢，那我会说，泰还有大使呢，还有邓，他们呢是的确说要去重新开始我们与台湾的贸易对话的。那我们那么4、5年都没有开过这个 TIFA 的会议了，但是我觉得呢，美国是想要在不久的将来开一个这样子的会议的。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了，要去进行细节的讨论了。你知道台湾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伙伴嘛？那它有一个很多战略性、重要性的东西在那，比如说健康领域啊、半导体领域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我的同事，他们可能很快去开这个会。那两边呢都有战略模糊，但是呢却变得越来越难了，去看清楚一些个没有达到冲突这一条界限的行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安克雷奇的这个美中的会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中国的领导者他可不藏着不掖着，他觉得台湾就是一个红线的问题，是他的涉及到他核心利益的问题。那他们是愿意与台湾开战的，甚至那我觉得呢，我们需要有对话，去保证我们的军事演习呢能够不要变成一个冲突的前曲。那包括Fritz， 你说呢？确实对所有人都是好事，我们要去避免台湾的战争，因为它将会带来对所有人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他说：“主席先生，我绝对的同意这一点。我也想要提出，你刚才提到了之外呢，包括在安克雷奇啊等等，我们的布林肯国务卿他都对中国的官员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他们真的不跟台湾搞和平相反的话，那他们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觉得我们都说的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对台湾呢，还是对台湾的领导人呢，就对全世界的人都说得很清楚了，这到底有多重要，去保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那有些个观察者说呢，中国不太可能去用武力统一台湾，并且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样子，他们是要看时机。当他觉得他们军事上特别有优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这么干。那不管不管北京的动机是什么了，我们的政策都应该是保持一致的。你是否同意说任何的对现状的干扰，无论是强硬的统一或者等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呢？这主席先生，是的，我同意这一个陈述。那我不觉得我们在进入一个与中国的新的冷战，但是我们可以吸取以前美苏以及美俄这种的经验，我们是需要再有正式的
这些个条约去防止冷战变热战。那还有这个危机的红线，在这个军队中有危机的红线。那我也很担心一点，就是布林肯国务卿他是在安克雷奇的会议中提到了以下的一点，他说呢，我们将不会寻求一个与中国的战略的对话。他说我们要去保证在这个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不要冲突升级，在美中之间不要冲突升级，因为两边都有核武器嘛。所以说这是不是国务院仍然这么想呢？说不想去寻求一个更多的与北京的战略对话呢，去协商一些个减少冲突的风险呢？他说，他说，参议员，你提了一些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这么说吧，这一任的政府虽然说他并不想要进行这种所谓的对话，但是他是很想要去保证一个与台湾的开放的这个交流的，去让在台湾等等的问题上呢，不要造成什么误解，导致什么不幸的后果。那当然，你也提到了，公众也看到了，我们已经有这个布林肯以及国安顾问苏利文与他们中国的对口在安克雷奇见面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国务卿以及副国务卿呢，他们都是有更多的接触与他们。在此之后呢，与他们中国的对口也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也在继续的推进这些个危机上的沟通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议程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不想造成任何的误解，这可能会导致不幸的后果。那所以说，这的确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无论是在国务院还是在其他的行政分支的机构。它是呢，中国的军队，它对台湾的侵扰，对台湾空域的侵扰，还有之前的一些个演习呢，都是加大到了25年来的最高点。但就是很多人觉得可能与台湾有冲突了。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与台湾的冲突呢，可能对中国自己也没好处，但是呢，比如说他们的军事自己也跟不上啊，这么冲突的话，那军事也。那中国呢，之前也表示过对台军售的一些个反对。那 Fritz， 我想问你，你觉得最近的北京的一些个挑衅性的行为你怎么看呢？那谢谢你问这个问题。那有一些个辩论了，这上面说北京的领导他们是臭名昭著的，非常的不透明的，所以说你让我去下一个断言呢，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激进的行为去威胁台湾呢？那我也不太好下断言，但是呢，我觉得呢，我很坚信的是，中国他是很不高兴看到最近2届在台湾的总统选举的结果的。那这当然也是北京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那美国政府的态度呢是，只要北京他想要去干扰现状的话，想要去增加压力的话，那我们就有职责去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对台湾的支持。那除此之外，除了美国之外呢，主席，我也要提的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是去对抗北京的这个激进性行为，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多边性的问题，包括要与五眼联盟啊、G7啊、这个日本啊、韩国啊，还有欧洲的国家，让他们也站出来，站到公众面前去表达他们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也去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那让我继续再说2句。台湾呢，它是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去加强它的国防预算，但是呢，它仍然它在过去的5年来呢，只占了 GDP 的1.8%左右，那是不够的。那我希望的是，拜登的政府能够支持他们的努力，去让台湾更近的接近这个国防占 GDP 3%的这个目标。他说是的。那有请罗姆尼。那是的，主席。那想要让 Hagerty 等会儿说几句，但他让我先
问一下，那有很多个地方呢，中国可能是想换个方式做的。那比如说呢，他们的野心之一呢，就想要去占据台湾，但是呢，他们对维吾尔族啊，对少数民族啊，对宗教啊，还有在一个全球的经济市场上，他们的种种的行为呢，等等，我们都是希望中国要去改变他的行为的。但是呢，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怎么做呢？以及我们的政府的策略是什么呢？如何去说服中国共产党，去让他们允许台湾去决定他自己的命运的，而不是去进攻台湾呢，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导台湾的人民呢？那我不是说军事的行动了，那当然了，有个军事的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特别是我们要去不让北京去进攻啊，或者之类的事情的话，军事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先不谈军事吧，不谈军事上的反抗，我们能做些个其他的什么事情，能够去说服中国？那那当然，我们之前从这个 TPP 上撤出来了呀。我们当时是觉得呢，在这个地区上，在这个经济上，能够去加强我们对中国的这个反制的，还有这个四方的机制啊等等，也是与此相关的。但是呢，我想要听一下你的观点，你们政府的、你们这个机构的观点，你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做？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干坏事，我们就会制裁他们。那问题就是制裁呢是事后的，是马后炮。所以说我想要防止坏事的发生。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如何去让中国不要去在台湾问题上下重手呢？那感谢你，罗姆尼，你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那首先我们就提到了，我们与我们的中国的对口提到了，经常跟他们说。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上受益最多的，说白了就是中国自己。我们也明确的说了，说并不只是一个双边关系上的忧虑，我们也说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要去保证重要的全世界的盟友都要对此进行发声，去展现出来他们对台湾的支持。那当然不仅是在军事领域上，还有在外交上、经济上啊，或者说是议会上的交流，有很多的方式让这一点表现出来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也非常的明确。就像我此前提到的，是关于中国。那我就直接说布林肯的原话吧，他是说的，他如果说中国这么干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不去保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话，那所以说，我觉得呢，北京领导人他们也很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去决定要去利用什么强迫性的手段去所谓的统一台湾。统一台湾的话，他们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无论不仅是军事了，还有在民生上、在经济上，还有呢其他的领域上呢，他们都是要非常要深思熟虑的。如果他要做这样子的决定的话，那我就说出我个人的观点吧。With not only our own communications, but also with communications of our friends and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about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我想我们也要加强和我们的盟友进行沟通。对于台湾现在，如果他对于侵略台湾的话，他会有受到什么样的经济的后果？这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帮助。如果我们特别清楚我们的立场的话，特别在针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之间的对话，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在台湾的关系上，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无论中国他的作为所作所为是怎么样，他似乎受到的制裁以及他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的严重，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多的加强。
非常感谢各位，也很感谢你在这边给我足够的时间来参加这场听证会。这对我来讲已经是有一阵子的忧虑了，特别在这些国际性的组织上，在美国一直在过去不断的经济支援这些国际的组织。If I look at how other countries accomplish disproportionate overrepresentation, they take advantage of a series of programs. 而我们在这个组织上面，我们看到中国以及许多国家，它的利用这些组织当中的资金来进行对他们一些有好处的事。Done a big job at doing this and achieving.In doing so, achieving a disproportionate representation.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这些国际的组织上，因为他们不断的投以资金，所以他们在利用这些组织上对他们很有帮助。所以在这些国际组织上，中国对这些国际组织非常有影响力，而也占了极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在对于这些国际组织上，我们应该要进行什么样的改进，什么样的进步，我们美国的声音才可以在国际组织上以及国际间更有影响力呢？而我刚才提出的这些组织上，我想提出三个特定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上是我们如何去投以资金的，这几个我想要特别针对、特别讲出来。我非常感谢各位，他们特别是来自于众议院的支持。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多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作人才、专业的人才在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当顺利。而我们如何要在这些国际上的组织上更有效地置入我们的美国的专业人才，这对下一个世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我们的声音呢，在这些国际组织上，在接下来在未来的影响力当中，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虽然我现在手边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能够提供给您，我们到底投入了多少资金，然而我们在人才的置入上，将我们美国的人才置入到这些组织当中，我们是在不断的努力的。在接下来我会去搜集所有足够的资料以及这些数字，这些组织包括 JPO， 我在未来会提供你想要知道的这些数据。不只是这个 JPO， 我们还有其他的组织。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的人才置入到这些组织当中的新进的人员当中，我们也想要致力于将我们的人才以及我们美国的代表放到他们的高层的人员当中，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在未来才会有足够的影响力，也能抵御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说非常感谢你的证词，那我也看到这个国际组织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是越来越去重要的。我有一个问题是，你对于未来我们要具体的怎么样进行你的刚才所说的这个计划呢？你是否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在他的人事上，以及在他的国际上，除了是可能给予这些人一个身份，或者是什么样其他的方式，还有这些资金的来源，你是要这些资金与世界银行的关系等。所以在未来，我是非常需要急需知道这些具体的事项，以及这些资金的走向，以及未来的计划。我会在未来向您持续的追踪，也很感谢你刚才和我保证，你在未来将会提供我这些我所要知道的数据。而在未来，我们的美国的外交人员，我个人现在要特别提出，我想要感谢我们美国在
派驻于台湾的外交人员当中的努力。而我也想要指出一个人叫 Joe Young， 他是在派驻到日本。他在日本以及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贡献，我特别想要指出来并感谢他。而在我们未来在这些外交人员的驻扎当中，这些外交人员的人士当中，你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自从1981年开始，我们美国不断的就会发出这些规定。我们发出的规定有许多限制，是不让我们的外交人员与台湾有直接的联系。然而，现在在这个规定当中呢，我们也在努力的将这些过去所受到的限制移除，帮助我们的外交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更能有效的直接与台湾的办事处办公室联系。而我们在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我们保持是从上至下，从与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之间的联系，到与他的外交部的联系，以及在台湾建立在 DC 这边的有一个科技办事处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强这方面的联系以及沟通。说非常感谢你利用了现在我们所制定的这些政策，有效的利用，并且良好的借此来和台湾进行沟通，非常感谢您。议员他的 Romney 他的问题是，对于目前就我了解，中国现在在不断利用的疫苗，它的疫苗。来做一个分化，将美国以及台湾做一个分化。他是说，美国并不是会去帮助台湾。中共他说，美国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疫苗，多到可以足够给宠物都打这个疫苗，但是却不愿意将疫苗输送给台湾，帮助台湾。这是现在中共试图所带的风向。这是我在跟台湾的外交人员沟通的时候，我所听说的。而我们现在这个未来的产量呢，我们会有7500万剂，越来越多的产量。我希望我们可以迅速的将这些我们打算援助台湾的疫苗送过去台湾。这个不但是一个非常人道的方式，人道的救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策略性的，可以打击中共不实消息的一个策略性的良好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抵抗中国，他在全世界统战的时候所放出的假消息和风声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有价值的做法。证人他说，台湾现在对于这些假消息呢，他们也逐渐的发展出了一个抵抗的机制，包括他们的媒体以及在台湾的人民的对于这些消息的警觉度。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计划，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对台湾的人员的训练。除了来自于中共的假消息以外，我们还要面对的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像是俄罗斯的假消息。罗姆尼他说是我还想再继续问的问题。是我非常担忧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对于中共在该地区所放出的风声以及消息，很容易使台湾人的心受到动摇，或是让台湾人相信这些假消息，而跟随他的假消息。而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共对于台湾这个地区以及对台湾政策所放出的各种消息，以及我们也很明显的清楚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意图是什么。所以你现在是怎么看？
议员他说，证人他的证词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在不打破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如何支持台湾呢？包括我们在国防以及外交上对台湾的支持，还有提供台湾的疫苗援助。而我们现在在进行帮助台湾的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要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的避免踩到一些触动到中共的敏感的神经，让台湾的处境更加困难，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避免的。主席他说非常感谢罗姆尼。我们现在在过去的几个月都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两党都有一致的共识。我们现在两党的共识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共对于我们国家的威胁，无论是来自于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同时还有创新科技以及在未来的许多技术上的可能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威胁，包括他们在我们国家内部，他们花了数以千万计的资金在我们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种计划。我们现在也意识到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而这现在也是我们一个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因为我们美国人占全世界人口也只有5%，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晶圆，我们非常依赖的这个晶圆的科技，我们有50%的晶圆这些半导体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制造，所以我们其实是相当仰赖台湾的。But yet over here we have an additional capacity to help, and I would urge that we do that because I think it actually is part of a larger.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2000亿的预算，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个2000亿的预算，能够智慧的在这2000亿的预算当中和台湾合作，并且帮助台湾。同时，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有非常好的科技性的支持。Weld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et me ask you, Ambassador Boxer. 这对台湾的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进行一个未来的与台湾的合作。我们能够激起台湾人想要和美国一起合作的这个意愿。我现在想要提问的是，你认为我们要如何在国际上帮助台湾提升它的国际地位呢？回答的是国务院的驻青，说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是我们包括在帮助台湾。我们利用科技在全世界的气候变迁上。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科技的利用，包括打击这一场疫情，中共病毒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以及这一场，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全世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Areas from civil aviation safety, where they have an enormous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a very tough geography for their airport, and they can bring that to the table at the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而其实呢，除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所做出的贡献以外，他们在其他领域上也有非常多的贡献，例如说民航上的贡献，这些台湾2400万的人。他们在未来在这个国际的地位上，它是非常具有贡献的价值的。
我想对于你刚才提出的民航这一方面提出问题，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它并不想要在民航上让台湾成为它的竞争者之一，不想在空中让台湾可能成为它的竞争者。This is something that again is of great concern and very related to the last line of questions. It has to do with Taiwan's diplomatic posture. 另外一个人的提问是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也是这个对于台湾他自己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他对他的外交的采用的姿态，我们要如何在台湾帮助台湾的国际地位，其实台湾自己所采用的姿态也是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现在知道，来自于中共的压力是无比的强大。我想要知道你的在这方面，贝德伟，你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是的，你说的对，在台湾的邦交国当中，台湾也在不断的努力。然而呢，我们也看到中共在台湾的邦交上，自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中共在台湾的邦交上的施压，同时我们现在看到在疫情当中，中共利用这个疫苗做它的外交。Taiwan's lost 7. They're down to 15 diplomatic partners right now. 自从中共干预之后，台湾已经失去了7个外交的邦交国。我们看到这个似乎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走向。作为美国，我们要如何帮助台湾？就你看，在这方面如何帮助台湾面对来自于中共的压力？贝德伟他说：“是的，非常感谢你的意愿，你说的绝对是对的。自从台湾蔡英文2016年当选之后，台湾已经失去了7个邦交国，而这个来自于中共的压力还在不断的进行，现在在利用这个疫苗来打压台湾，并且来利用这个疫苗作为外交手段来接近台湾的邦交国。作为美国，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盟友，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盟友之间的合作，同时帮助台湾来抵抗这些侵蚀，同时呢，提供台湾帮助，例如提供这些疫苗的帮助。另外呢，在贸易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是在资金上帮助台湾。而还有一件事我想指出来是，如果那些没有与台湾建交的国家，在国际上呢，我想他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上与台湾进行一个联系。例如那些许多来自于欧洲的国家、欧盟的国家，他们可以和台湾建立商业上的关系、商业的往来，这对我们来讲，长期来看，抵抗中共的压力是非常有效，同时也是能够一个和平的帮助台湾的一个方式。主席说：“非常感谢各位议员以及今天的证人。我们今天也有获得相当足够的资料。在拜登的政策上，我们也是想要和台湾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同时，在 G7 这7大工业国以及南韩这些国家，我们也想在未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我们在下周1，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会议。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将你的问题写信给我们。谢谢各位，今天的听诊就到此为止。